镜周刊报道，孙协志不仅主持，连策划制作都来参一脚。本周日27日播出的《饥饿游戏》这集从场刊、游戏关卡策划全部由他一手包办，且加上场刊当天还能尽情吃喝试菜，让他开心大赞场刊真好。听到《饥饿游戏》制作单位要去看景，孙协志自告奋勇跟着一起去，也一起参与设计游戏内容，让他觉得很新鲜。以往我们主持人只要去执行制作单位设计的游戏，但这次是设计的人本身也会参赛，很好玩的体验也吐露真实感受。场刊每一餐都可以试菜，没有限制，可以尽量点。不像录节目时都不能吃。除了饥饿游戏每录必饿之外，孙协志想起以前饥饿的回忆，整天持续工作、拍戏、表演，结束又马上被拉去主持活动，工作满档，等全部忙完回到家，才发现已经过完一天了，但什么都没吃。真的是忙到忘了，但因又累又饿又很晚了，干脆直接睡觉。主持饥饿游戏，也与节目一起参与过饥饿30，更深刻体认食物、水都是非常珍贵的。我不会暴饮暴食，更尽可能不要浪费食物。想到世界上还有人没东西吃，是很可怜的。延伸阅读。